推介嘢啊，23,800揾條周大福，59000嘅飄花手鐲。哎呀，我得4000蚊預算揾條果龍。哎呀，4300預算揾條冰飄花。哎呀，5000蚊預算揾條金絲羊龍。哎呀，3200揾條冰子。出發！其他都好揾靚姐啊！但係講真句，3200呢個冰子真係有啲難度啊！真係好似爬天梯咁難啊！嗱，唔講笑啊！如果可以揾得到嘅話，一定要同阿喜點下個關注先得㗎啦！譚春彩3200，落日黃手鐲2000，白底青貴妃1100，大圈口牛奶底手鐲1800，飄綠花手鐲6900嘅，白底甜綠絲手鐲2000，大唔推介有裂，漸變雞油黃手鐲5800，真係好似升起嘅朝陽咁樣啊，意境十足啊！哇，去行到唔快少少都揾唔到貨啊！冰飄小碎花3200，滿圈蘭花4800，淡果綠3200，呢條咁嘅肉粗咗啲，梗係唔得啦！要揾嘅話，肯定要揾嗰種種老肉細嘅先得。金絲羊綠手鐲5000，金絲羊綠咧就係要呢種顏色夠晒甜嘅，夠晒樣嘢先得。靚姐啊，你嗰個冰子嘅手鐲啊，真係揾勻晒成個市場啊，3300都係有啲抿水，我同你講，頭痕啊！不過你放心啊，我肯定會幫你搞掂嘅。我哋去第二個市場度啊，走！白色皇家綠8800，貴妃手鐲800，雖然有色啊，但總差肉粗，圈口極細，唔要。果綠手鐲5000嘅，冰子手鐲3200，終於揾到你啦嚇！邊邊上邊咧有邋遢嘢，但加工咧可以處理靚仔，掂個碌蔗啊！靚女姐姐，條冰子手鐲放心交俾我嚇，盡量幫你避開啲邋遢嘢。補料做，未輪到嘅靚姐咧就唔使急嘅，可以將你嘅手鐲願望咧打喺評論區。